通常大家寫嘅。咁我哋要知道啦，其實咧每間機構會有各自口供報告嘅要求嘅。嗱，因為度嘅要求唔同㗎嚇。咁有啲依度咧，我見到譬如話，喂港鐵嚟講啦，一般嚟講，佢會係咧類似除咗寫晒頭先所講嘅 heading 啦、時間、地點啊，或者個事件種類啦，跟住喺嗰個內容裏邊咧，佢係會 point form 咁寫嘅。用 point form， 即係話乜嘢時間邊個做乜嘢，乜嘢時間乜嘢咁樣，呢啲我哋個 point form 係叫順序咁樣寫法，係順時序咁樣寫法。而另外一種寫法咧，佢會通常咧即係嗰個 statement 啦，或者 IR 啦，當係會分3個部分嚟寫嘅。呢個兩個方法唔同㗎。不過咧，大家淨係用翻呢個方式得啦。用翻呢個方式，用翻譬如話依度要求嘅，咁用翻 point form 係順序時間咁樣寫法，我哋用翻順序時間寫法。但係咧嗰度都講，喂，如果口供紙或者啲報告點樣會有3個形式寫咧？3段落喺個內容裏邊。第一段嚟講咧，通常都係介紹自己嘅，寫翻自己係邊位，跟住喺邊度當值，咩時間係做咩崗位，做咩喺嗰度做咩嘅。好啦，第2段先至係講真正即係話係幾時，跟住邊個遇到啲乜嘢，跟住點成個內容遇到啲乜嘢，或者有火警唔明等等呢啲嘢跟住最後處理事故個解決嘅情況有咩行動，最終結論係點樣通常大致上個模式係咁樣嘅OK。好啦，而留意咧，我哋寫嘅技巧有幾樣嘢。不論你係頭先用嗰3個部分、3個段落寫定係 point form 寫都好，我哋最緊要咧，所有嘅口供、所有嘅 report 咧 IR 都係以第一身寫嘅，因為我即或者唔即啦，嗰啲話我本人點，你唔會講他人點嘅，因為他人就唔係你啊嘛，因為你寫緊你自己嘅嘢啊嘛 ，OK， 你會係寫以第一身寫嘅，好啦。同埋咧，你係根據事件發生先後次序嚟寫嘅，先後次序嚟寫嘅，即係話順序啦，先後即係個時間，你唔會倒序咁樣寫翻上去噶嘛。我哋最好就順序咁樣落啦，俾人哋明白同埋理解嘅。而內容咧，最緊要千祈唔好有偏頗意思，喂你某啲位或者某啲事項你加重咗啲嘢落去，又或者唔好加入自己個人意見，即係唔係你嘅睇法。報告唔係你嘅意見嚟嘅，係寫翻嗰個事實嘅情況。OK， 唔好加你自己個人意見。應該係咁樣，但係咧而家時候就咁樣。咁呢啲係你嘅意見嚟㗎嘛，係你個人意見，唔好寫呢啲個人意見好啦，最緊要咧就係咩咧？唔可以任意塗改、刪改咗啲記錄嘅內容。點樣咩任意咧？我哋有好特定嘅一啲嘅要求嘅。千祈唔好喺你嘅甚至乎 OB 簿或者你一啲 IR 裏邊嘅一啲表格裏邊，千祈唔好用塗改液，唔好查塗改液唔用得㗎，因為咧係法例上基本上可以講得嚴重啲，係法例嘅要求嚟㗎。你唔可以用塗改液去刪改你之前所寫過啲乜嘢，人哋睇唔到嘅，唔可以改嘅。如果係錯嘅咁點咧？錯嘅都係畫嘅啫，跟住寫翻啱嘅嘢落去，簽翻個名就得㗎啦。OK， 呢個就係咧個要求嚟㗎。咁亦都唔可以咧用原子筆擦啦即係唔可以用鉛筆。或者而家坊間有啲都係㗎，原子筆都可以擦㗎，可以嗰啲人唔好啦，唔好用原子筆去擦。咁即係可以隨時作假咯，係嘛？早嗰啲係啦，唔可以修改，唔可以咁樣擦最緊要知道，喂，真係唔好用咧嗰啲塗改液去寫OK， 好啦，跟住咧大致上就係咁樣啦。
嗱，咁呢度咧就會有一份咧，即係一個關於一個 IR， 我哋公司嘅。不過我哋大家即係當多啲資料或者參考。佢其實仲有3個段落個方式去寫嘅嚇，3個段落就唔係用康方。咁但係咧就基本上咧，即係同康方都係一樣嘅形式嘅啫，都係咁樣做法。但係裏邊咧，譬如話，喂嗰啲 subject 啊，嗰啲譬如話邊個報告啊，或者咩有咩職位編號啊，跟住嗰個事件性質啊，發生日期時間啊，地點喺邊度啊，等等呢啲嘢咧，基本上同其他嘅表格都係大同小異一樣嘅啫嚇。咁有啲咩要注意咧？咁樣嗱喺度咧，即係又嗱喺度，我哋講翻少少關於之前有少少一啲嘅 case， 一啲嘅 IR 嘅目標先。我希望大家即係話，喂，如果真係邊個有機會係需要寫報告嘅，我哋咧盡量要咧，去要劃一嗰個方式。統一嗰個方式，唔係咧，你啲報告咧俾人睇到咧，可能大家嗰個模式，喂，好似各有各演繹咁樣啊，寫嘅方式啊，嗱咁大致上有咩留意咧？如果日後大家係有需要喺度寫 IR 嘅，咁有幾點咧必須要留意嘅嚇。第一係咩咧？喺個日期嗰方面，日期如果你要寫個日期咧，我哋通常統一用 hyphen 就唔好用斜動，即係唔好用個 stroke 咁樣用 hyphen。例如乜嘢咧？例如嗰個日期係05/09/2050，即係9月5號2050咧，我哋就寫05-09-2050。OK， 就咁樣寫法，就唔好05/09/2050。好啦，咁至於嗰個時間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基本上咧就會用咧國際時間24小時制嘅。好啦，咁但係24小時制嗰方面咧，有啲乜嘢形式要留意咧？嗱，咁我哋統一最好用咩咧？要有個冒號。嗱，例如假設而家我當係15:45，咁啊寫咩咧？15冒號45，就唔好寫就咁15:45啦。咁統一啊，全部用統一法去做法。15冒號45，咁樣就代表係人都知啦，即係代表3:45啦。OK， 就係咁樣寫法啊，記住有冒號。好啦，嗱事件類別性質嗰度咧。嗱，本身呢度咧會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各類型嘅事件報告，會係本身係排咗有啲數字㗎，係嘛？佢有啲 item 有啲 item 1、2、3、4、5咁樣㗎嘛。佢有個模式管下嘅，係嘛？嗱，如果全部有晒呢啲咁嘅 item， 本身 item 1、item 5係啲乜嘢咧？咁我哋會寫翻，例如假設我知嘅 item 5，跟住嗰個事件嘅性質就一定係咩啊？警鐘5鳴 ，OK， 個 item 5係咪啊？記唔記得 item 5嗰件事件嘅性質，我哋要寫落去咧，就寫警鐘5鳴，就唔會再寫其他嘅嘢㗎。人哋因為如果唔係，你就俾人哋誤解咗。喂，你警鐘5鳴，跟住又寫其他又咁樣啊，唔需要再寫其他。即係太多去描述嗰啲嘢啊！如果你覺得係5嘅 item 5就寫警鐘5啦，咁一定唔會錯㗎嘛。你唔會寫咗第二個喎，第4嗰個喎 OK， 好啦。另外啦，嗱時間匯報同埋嗰個抵達時間同埋嗰個敘述時間咧，我哋要有合理性嘅。咩個合理性咧？即係我哋唔係作啊，我哋係根據翻真實嘅時間，千祈咧
但係有時譬如話，喂喺某啲情況，大家喂可能